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雖然咧天氣好炎熱啊，但係咧都冇阻我哋咧翻嚟敬拜主嘅心，讓我哋咧一齊起立，我哋同身邊嘅弟兄姊妹一齊講聲早晨，好嗎？好，讓你都預備我哋嘅心，我哋一齊去敬拜讚美我哋嘅主。榮耀頌讚都歸俾你。你是榮耀，至美尊崇，萬有都歸於你名下，配受全頌，智慧知識。
存在我的耶和华，是你救赎了我，帮助了我，你曾替我的名呼叫我，我坚定回应，永远属于你。存在我的耶和华，是你救赎了我，帮助了我，你曾替我的名呼叫我，我坚定回应，永远属于你。无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看过困难江河，水必不漫过我。我从火中经过，也必不怕遭害，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存在。我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趟过困难江河，水必不漫过我。我从火中经过，也必不怕遭害，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存在。站在我的耶和华，是你救赎了我，帮助了我，你曾替我的名呼召我，我坚定回应，永远属于你。我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趟过困难江河，水必不漫过我。我从火中经过，也必不怕遭害，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存在。我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趟过困难江河，水必不漫过我。我从火中经过，也必不怕遭害，看我为宝为尊为荣耀的存在。我哋一齊喺主裏面安靜。主係感謝你，感謝你用你嘅寶血去洗淨我哋嘅罪，感謝你用你嘅大愛去救贖咗我哋。主係有好多時候，我哋以為係我哋自己選擇去跟從你，但係主啊，其實係你先去愛我哋，其實係你先去認識我哋，係你去呼召我哋去跟從你。我知道你去呼召我哋，並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大嘅能力，我哋有幾多嘅恩賜，我哋係幾咁嘅完美，而係單單我哋就係你嘅創造，我哋就係你所愛嘅兒女。主，我哋被你呼召，被你差遣嘅時候，或者我哋需要去離開我哋嘅舒適圈，或者我哋要面對嘅係一個未知嘅未來，
面對嘅係一啲喺我哋前面一啲唔知嘅挑戰，或者我哋有時喺侍奉中，我哋都會感到迷茫，感到疲累。但係主啊，你話過，你冇要我哋獨自去到面對，你應許你常與我哋同在，即使我哋係軟弱，我哋係害怕，只要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向你敞開，主啊，你必去拖帶我哋嘅手，去行前嘅每一步。你必去拖帶我哋，甚至背起我哋去行前面嘅每一步。主啊，然後就放開我哋自己，我哋讓你去拖帶，讓你去帶住我哋去行前面嘅每一步，讓我哋真係放下自己，單單嘅仰望你，單單去跟從你。我哋知道你必與我哋同在。我從水中經過，你必與我同在。看過困難江河，水必不漫過我。我從火中經過，也必不怕遭害。看我為寶為尊為榮耀的創造。我從水中經過，你必與我同在。看過困難江河，水必不漫過我。我從火中經過，也必不怕遭害。看我為寶為尊為榮耀的創造。你在滄海中開道，在水中開路。你在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我們是你的見證，你堅實的可能，信心將要成就。你在滄海中開道，在水中開路。你在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我們是你的見證，你堅實的可能，信心將要成就。我從水中經過，你必與我同在。看過困難江河，水必不漫過我。我從火中經過，也必不怕遭害。看我為寶為尊為榮耀的創造。我從水中經過，你必與我同在。看過困難江河，水必不漫過我。我從火中經過，也必不怕遭害。看我為寶為尊為榮耀的創造。主，我哋將一切嘅禱告敬拜都交喺你嘅手裏面。主啊，就讓你坐喺我哋生命中嘅首位，讓你一直拖帶住我哋去行前面嘅每一步。無論前面有幾多嘅困難，幾多嘅難阻，主啊，只要我哋願意放低自己去跟從你，你話過你必與我哋同在。感恩禱告交託乃奉靠你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弟兄姊妹先請坐。跟住嚟有讀經嘅時間，讀經嘅經文嘅主題係接受差遣，主必同在。
今日記載喺創世記、哥林多後書以及馬太福音，我哋有請余俊熙弟兄同埋史敏瑩姊妹為我哋讀出。第一段經文係記載喺創世記第1章第1節至2章4節，係記載喺舊約第3頁。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上面。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於是上帝就把光和暗分開。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一日。上帝說：眾水之間要有穹蒼，把水和水分開。上帝就造了穹蒼，把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稱穹蒼為天。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2日。上帝說：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處，使乾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稱乾地為地，聚集在一起的水為海。上帝看為好的。上帝說：地要長出植物，就是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在地上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就長出了植物，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各從其類，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3日。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他們作記號，定季節、日子、年份。他們要在天空發光，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2個大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了星辰。上帝把這些光體擺列在天空，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光暗。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4日。上帝說：水要滋生眾多有生命之物，要有飛鳥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創造了大魚和在水裏滋生的各樣活動的生物，各從其類，以及各樣有翅膀的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要繁殖增多，充滿在海的水裏。飛鳥也要在地上增多，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5日。上帝說：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從其類，就是牲畜、爬行動物、地上的走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他地上的走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和地上一切的爬行動物，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上帝說：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動物。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創造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上帝賜福給他們。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佈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上帝說：
看啊，我把全地一切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一切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都賜給你們，這些都可作食物。至於地上一切的走獸，天空一切的飛鳥，並一切在地上爬行的有生命的動物，我把綠色植物賜給他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看一切所造的，看啊，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6日。天和地以及萬象都完成了。到第7日，上帝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7日安息了，歇了他所造一切的工。上帝賜福給第7日，將它分別為聖，因為在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他所造一切創造的工。這就是天地創造的來歷。今日讀嘅第2段經文記載喺哥林多後書13章11至13節，喺新約聖經嘅283頁。哥林多後書13章11至13節。末了，弟兄們，願你們喜樂，要追求完全，要接受鼓勵，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慈愛和平的上帝必與你們同在。你們要用聖潔的吻彼此問安。眾聖徒都向你們問安。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這是上主的道。第3段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喺新約聖經51頁。馬太福音28章16節，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指令他們去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啊，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跟住經文讀畢，願上帝話語常存喺我哋心裏面。跟住我哋有講道嘅時間，咁我哋有道兒宣教師為我哋證道。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係喺教會年歷裏邊咧一個叫做聖三一主日嚇，所以咧你見到聖壇嘅垂布咧今日係轉咗白色嚇。不過同一時間咧，我哋教會咧今日咧係一個叫做總議會主日嚇。如果咧你其實係即係翻咗嚟我哋安素堂唔係好耐時間，可能咧你對於總議會主日呢個主日咧會比較陌生嚇。咩係總議會咧？總議會咧你可以理解係我哋成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一個最核心嘅立法同埋決策嘅一個單位嚇，就由唔同嘅禮拜堂啦、我哋屬校嘅學校啦，同埋社會服務機構咧去組成。所以呢個總議會主日咧，某程度你可以理解為咧，佢就提醒，即係喺呢度聚會嘅我哋嚇，我哋唔單單淨係有安素人呢個身份嚇，我哋咧仲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即係嘅會友一份子嚇。咁所以咧，究竟我哋作為呢個信仰群體嘅一份子，我哋翻緊一間點樣嘅教會啦，或者我哋帶住呢份身份有啲咩使命咧？其實就係呢個主日背後想我哋繼續引申去思考嘅。
咁至於點解呢一個總議會主日會定喺呢個禮拜咧嚇？其實事緣咧，每一年5月最嬲尾嘅禮拜5同埋禮拜6嚇，就係我哋一個叫總議會代表部大會嘅一個大日子嚇，即係琴日同埋前日嚇。咁頭先講嗰啲單位咧，我哋會派唔同嘅代表啦，就其實開禮拜5晚、禮拜6咧大半日嘅時間啊，一齊咧會聽下唔同嘅報告啦，做一啲嘅表決啦。咁所以呢個主日咧就會同呢一個會議咧係一個掛鈎嘅嚇，即係佢嘅日子係咁樣。如果你做一段時間啊，早幾個禮拜你有翻嚟崇拜，亦都有聽我報告咧，你會特別知道喺今年呢個大會當中咧，有一個特別嘅環節嚇，就係會選我哋教會新一任嘅會長嚇。我都呼籲大家咧為呢件事祈禱，因為有祈禱啊為呢件事。有啲有真係好啦，但係大家真係笑，琴日週六都係冇人祈禱啊，所以個結果好悲慘啊！我想講啊，大家冇為呢件事祈禱。有嘅話咧，我唔知你哋點祈嚇，不過咧，我相信大家都可能為到教會能夠選到一個合適嘅會長咧，可能係獻上禱告。不過我自己個人嘅禱告咧，我就唔係咁嘅，我比較奇怪一啲。點解咧嚇？冇同大家分享好多。不過咧，如果大家知咧，其實咧，我哋嘅堂主任咧，杜牧師咧，其實都係呢個會長嘅候選人之一。咁所以喺呢個會之前咧，間唔時有啲認識我嘅人都同我講：喂，杜牧師有機會做會長喎，你點睇啊？我好坦白，第一時間同佢講：求主唔好俾佢做得到啊！我話求主唔好俾佢做到嚇，冇聽錯啊大家，我係唔支持佢做嘅嚇。於是咧，佢哋嘅反應咧好詫異，佢哋問我：做咩你好唔中意佢啊？你覺得佢做唔到啊？你覺得佢好渣咁樣？嗱，大家聽清楚啊，唔好誤會嚇。我咧唔支持佢咧，唔代表即係唔代表我唔中意佢啊，亦都唔代表咧，我覺得佢做唔到。甚至我覺得如果佢能夠被選任咧，成為即係我哋教會第一任嘅女會長咧，我相信對佢或者對大家嚟講咧，都係一件好值得高興同埋鼓舞嘅事。不過確實嚇，我作為佢嘅同工咧，即係喺呢幾年咧，見到佢嘅即係工作相當繁忙嚇，特別咧佢兼任咗聯區長之後咧，佢嘅工作量更加係倍增啊。所以你問我即係喺我心裏邊，我覺得好兩難啊。我會覺得死，即係佢做埋會長，究竟之後係點咧？我都唔敢諗落去。所以咧唔怕同大家講，即係喺呢個選舉之前咧，其實我對啲認識有票嘅人咧，我其實嘗試遊說佢哋唔好投杜牧師嘅。我甚至連佢老公我都唔放過嚇。即係杜牧師嘅先生咧都係有票㗎。咁我有一次咧同工嘅聚會咧，我被編咗同佢同一間房啊過夜瞓覺啊，我就遊說佢叫佢唔好投俾杜牧師。所以就係咁，我心裏邊咧有一把嘅聲音啊。我話教會會長係好重要啊，總要有人去做嘅。不過最好唔係佢啦，最好唔係佢。我同大家去分享一個我嘅內心劇場俾大家知，其實我好想大家去諗一諗嘅。你究竟有冇類似同我相同嘅一啲咁嘅經驗或者一啲咁嘅感受啊？你明知有啲嘢好重要嘅，你明知有啲嘢係總要有人去做嘅，不過你心裏邊希望承擔嗰個人係另有其人，總要有人去，不過唔係我。我跟住嚟好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同今日福音書嗰段經文有關啊，亦都係大家好熟悉嘅大使命。大使命係主耶穌升天之前同佢班門徒一個最後嘅囑咐啊！耶穌咁同班門徒講：你們要去，使萬民都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導佢哋遵守。呢段經文我相信對大家嚟講一啲都唔陌生，大家成日都聽下。不過我想大家認真去問一問自己嘅，你對呢一個嘅大使命，你有幾咁看重咧？你哋知㗎，你知道係對我哋每一個門徒一個好重要嘅託付。不過你有幾咁睇重呢樣嘢？我知重要啊，不過唔好關我事啊。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可能係我哋全職同工，或者一啲好有恩賜、好有才能嘅弟兄姊妹，佢哋需要去承擔負擔嘅。我會支持，我會奉獻，我會祈禱。我知道有人係要去啊，不過去嗰個唔好係我。
呢個會唔會都係大家一路以嚟嘅心聲呢？所以我好想借住今日呢個總議會主日嚇，同大家再次一齊翻去呢段大家好熟嘅大使命經文當中，我哋一同去思考，重新發現究竟上主有啲咩説話好想同我哋講。讓我哋進入經文之前，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慈愛又公義嘅上主，願僕人口中嘅言語，眾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都蒙你悅納。又求你嘅靈澆灌，讓我哋每一個眼睛看得到、耳朵聽得到、心裏邊能夠明白你嘅真理。感謝你聽我哋眾人有聲無聲嘅禱告，係奉賴你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嚇？即係我細個咧過去咧，一聽到大使命啦，我就覺得咧一定係要去啲好貧窮落後嘅地區嗰度傳福音嚇。唔知係咪因為咧每一次咧嗰啲短宣嘅聚會咧都係引用呢段經文嚇，所以你久而久之咧就覺得大使命就等於你要去短宣嚇。不過咧，我想大家再翻開今日嘅經文一齊，我哋再去睇下馬太福音第28章16到20節下，新約聖經嘅51頁。馬太福音第28章，我哋先睇一睇，再次望一望呢個我哋好熟嘅大使命嚇。19節佢咁講，耶穌話：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導佢哋遵守。如果從一句中文嘅語句去睇咧，喺呢一句大使命當中咧，你可以揾到有4個嘅動詞咧，係主耶穌需要我哋去做嘅。要去嚇，你哋要出去嘅，要使人作門徒，要為佢哋施洗，要教導佢哋4樣嘢啊。不過咧，如果你識得原文，你透過希臘文你去分析呢一句説話咧，呢句説話雖然有4個動詞，不過喺希臘文嘅句式當中咧，佢只有一個係嗰個核心嘅動作，其餘3個咧，你可以理解為一個，即係佢哋用詞句分析係一個分詞嚟嘅，你當係一個輔助嘅作用。所以呢一句裏邊嗰個核心嘅動作係咩咧？應該係使人作門徒，去施洗教導。你可以理解為係去使人作門徒，指向使人作門徒嘅方式同埋過程。但係究竟乜嘢係使人作門徒咧？或者我哋要再問咩係作門徒啊？早排我同一位年青人啊，即係我去討論究竟乜嘢係信耶穌。佢話：我翻教好多年嚇，我知道基督徒係信耶穌，究竟咩係信耶穌？我話第一樣嘢你搞清楚，究竟你信耶穌啲乜嘢？你心裏邊會點答啊？信耶穌你信啲咩啊？你應該信佢係救主啊，啱啊！你信耶穌係上帝嘅兒子啊，冇錯啊！你都信耶穌佢係三一上主本身，呢啲全都啱。不過下一步你要再去問嘅就係，當你信耶穌有呢啲身份嘅時候，咁跟住你會點樣？當你信耶穌就係上帝嘅兒子，佢係三一上主，你會點啊？我想大家嘗試跳出諗下，今日你諗下咧，我哋今日普通嘅人見到嗰啲佢哋心目中嘅男神啊、女神啊、廚神啊、財神啊，佢哋見到呢啲神，佢哋會點啊？佢哋好想知道對方做啲乜嘢，佢哋好想睇下佢、留意下佢係點，甚至好想學似佢。我估其實真正我哋，如果當我哋相信耶穌就係呢一個嘅上帝啊，除咗你揾佢幫助之外，我覺得你好實際嘅，你應該你好留意究竟佢講啲乜嘢，佢做啲乜嘢，因為你知道佢講嘅、佢做嘅，有機會係影響緊我哋生命，為我哋帶來一個好重要嘅提醒。所以好多時候我會覺得，有時你去同弟兄姊妹分享，你話基督徒就信耶穌，可能好抽象。佢最後話信耶穌其實即係咩咧？我會用跟隨耶穌。你認識咗佢，你相信佢之後，你就成為佢嘅門徒，你就要跟住佢，你要學似佢，你嘅生活、你嘅為人，你要學像佢。呢個就係作門徒嘅意思。所以使人作門徒，我會理解就係你透過唔同嘅方式咧，
你讓對方最終好似耶穌，好似耶穌。所以當我哋搞清楚大使命嘅核心就係要去使人作門徒之後，實踐大使命再唔係只有你要搭飛機去到啲好落後嘅地區先可以做到。其實你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做，你可以喺你嘅家庭，可以喺你工作嘅地方，亦都可以喺你生活嘅場景，用唔同嘅方式去使人作主耶穌嘅門徒。不過你聽到呢度你可能你心裏邊會講你講就容易但係使人作門徒好難我講嘢唔叻，我又唔識教人，有啲咩好深嘅信仰問題我又唔識答，甚至我有時我自己都唔清唔楚嘅狀況，我點樣令其他人作主嘅門徒我相信呢個可能係今日我哋難咗我哋覺得呢個大使命同我哋有關一個最大嘅難關我覺得我哋自己做唔到。不過如果你係咁諗嘅時候，我想請你再望一望今日嘅經文，好有趣。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聚焦喺大使命本身，不過我哋冇留意耶穌講大使命之前嘅經文係講乜嘢。大家再望一望，我哋由16節睇到我讀俾大家聽。11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指定他們去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跟住耶穌就進前來，開始講呢個嘅大使命。好得意馬太福音嘅作者刻意喺呢度留低當其時門徒疑惑嘅狀態。你諗下，如果你記錄低呢個情況，點解你要記錄低當其時有啲門徒係疑惑嘅呢？聖經就冇解釋呢班人為咩事疑惑，點解疑惑佢冇講不過佢就係話俾我哋聽，當其時聽大使命嘅呢班門徒，佢哋嘅狀態就係有人疑惑。所以我覺得佢哋似乎係想話俾我哋聽原來當初耶穌冇因為呢班門徒佢哋感到疑惑，就取消頒布呢個嘅大使命。佢冇話等你信心強啲先啦，等你狀態好啲，等你完備啲等你裝備好啲，我先將呢個使命交俾你。佢冇咁講佢照樣將呢個使命交俾當時呢班就係有疑惑、有限制、有軟弱嘅門徒。所以實踐大使命，我哋理解唔係要你面面俱圓，即係好完備嘅情況底下你先可以做。不過可能你聽到呢度，你覺得呢啲都係聖經嘅理論層面你仍然鼓勵唔到你去承擔呢個大使命嘅時候，我最後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最近嘅經歷早一段時間我認識過一個出邊嘅朋友因為咧佢生活上有好多嘅艱難嘅地方，好多困難所以咧我願意即係可以用啲時間，可能要陪下佢聽下佢一啲訴下苦咁樣有時同佢食下飯，同佢傾下偈日子耐咗，有一日咧，佢突然間同我講佢話阿 Sir， 佢叫阿 Sir， 我想翻嚟教會我想翻嚟教會聚會。咁我嗰下心裏邊其實有啲詫異嘅，因為咧我個人咧雖然係宣教師不過咧我陪佢期間我一句福音都冇同佢講過咁滯㗎，即係我純粹好簡單嘅，即係陪下佢啦，聽下佢分享啦有時即係同佢食下飯咧傾下偈我冇同佢傳過福音一句都冇講過，真係罪過真係。不過佢就話阿 Sir， 我想翻嚟教會聚會。咁我話好你翻啦，你想翻咪翻啦。不過咧現實上咧就係當佢想翻咧，佢同樣有好多限制，好多時候佢都翻唔到嚟。每次佢翻唔到嚟之後咧，佢又會同我講佢話好對唔住你阿 Sir， 令你好失望我又翻唔到嚟。我覺得你幫咗我咁多，陪咗我咁多，但係我翻唔到嚟咯。我覺得好對你唔住真係咁樣。咁咧佢就即係好難，即係佢好內疚、好自責。但我聽得出咧，原來佢一路以嚟佢覺得翻嚟教會就係要報答我
陪伴佢恩情啊，所以佢翻教會咧就覺得啊，係咯，我翻返嚟教會你會係啊，即係當係還人情俾我。所以我聽到佢咁講，我就同佢講話：千祈唔好啊！我話千祈唔好，你千祈唔好為咗報答我先嚟翻教會嚇。我話你唔需要啊！啊，我好衰啊！我連教會都叫佢唔好翻添，我哋話：我話你翻得咁辛苦，你唔好翻真係啊！我話你更加要搞清楚，我唔係因為想你翻教會我先陪你幫你啊。不過呢個咧，我願意咁做，呢個係主耶穌對我嘅教導同埋吩咐。我真係唔係因為要你翻教會。我咁樣講完啦，佢當然冇聽我講啦，即係佢冇話好啊，咁我以後都唔翻禮拜，佢又冇咁講，佢繼續嘗試都翻啊，佢繼續努力啊。不過上主嘅工作咧就係好奇妙嘅，好得意。雖然我冇特別同呢個人去傳福音嚇，不過咧我記得初期我陪佢嘅時候，我時同佢講我話：如果你有難處有需要嘅時候嚇，你揾唔到人幫手，你揾唔到我，不如你試下祈禱啦，你揾下主耶穌幫你啦。我好記得咧，我一提到祈禱兩個字咧，佢個樣咧就整一個面目猙獰嘅樣，即係佢唔係即係唔係好猙獰啊，即係總之大概意思係祈咩禱啊？祈禱有咩用啫？你估我冇祈過咩？即係佢大概就係一個咁嘅樣俾我睇到。所以我跟住我落嚟，我都好少我特別即係再同佢提任何祈禱啊等等嘅嘢。不過就係咁啊，好得意。有一日，即係佢打俾我，佢同我講，佢話：阿 Sir， 早排聽你講啊，你工作好忙好辛苦啊，好多謝你咧，仍然願意抽時間陪我。所以我又特別咧為你去祈禱。佢同我講，佢特別為我祈禱。所以我嗰一刻，我自己都即係有一個少少嘅震動，即係我會覺得。慢慢跟住好得意啊！佢同我講，佢話佢有時佢會主動要求即係請我可唔可以為佢有祈禱。跟住佢更加有時就問我有冇機會可以教會有一啲好簡單嘅服侍，等佢可以翻嚟做下。佢都好想回饋翻教會。各位弟兄姊妹，我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我想話俾大家聽。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我哋要識講、識回答人哋、識教人我哋先能夠有力去使人作門徒。但我哋忘記咗，我哋除咗言教之外，身教可能更加重要。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嘅生命我哋去感染其他人，去成為主耶穌基督嘅門徒。所以我好想分享呢個故事俾大家聽，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使人作門徒。你可以由一個簡單嘅禱告開始，一次簡單嘅關心，一道聆聽，一份陪伴，一段真誠嘅相處，你去讓對方感受到成為門徒嗰份嘅美好，繼而令佢渴望成為主門徒。大使命總要有人去，而你同我都可以去。最後好想用一開始同大家分享嗰個會長故事做結束大家其實嗰個選舉已經結束咗啦，有冇人係唔知道結果㗎？有冇人不知道？全部都知有人唔知啱啦，唔知舉手。如果唔係我寫完呢段講真係冇意思，因為我會講個劇透唔知啱啦，應該唔知咁多人知嘅咁大家都咁亂咁快傳啲消息咯，唔知好咁小弟不才，冇能力阻擋杜牧師當選即係我努力游說底下，佢最後咧就當選成為下一屆我哋本會嘅會長亦都係咧首位嘅女會長係啦，咁佢跟住條路點行咧咁我只能夠話俾佢聽，即係任重道遠不過就好自為之不過喺當晚，因為禮拜五晚咧就選好我翻到去我仲要完成埋呢篇講章，我就再去睇呢段經文。我發覺一路以嚟我自己咧都漏咗一段好重要嘅説話喺呢度原來耶穌同呢班門徒講完呢個大使命佢最後有一句説話同呢班門徒講，佢話：看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耶穌嘅同在成為咗當時嗰批
有疑惑、有軟弱門徒一度好重要嘅支持同埋安慰。耶穌知道佢哋嘅難處啊，知道佢哋嘅軟弱啊，佢唔係叫佢哋自己一個人獨力完成一個不可能嘅任務。耶穌應許會一直同佢哋同在。呢個你哋包括埋今日嘅我哋。記得即係喺選完當晚啊，即係杜牧師要上台去分享佢嘅感受啊。佢行到成隻企鵝咁嘅，大家係有睇啊。佢就行到成隻企鵝咁。佢上到台第一句説話，佢就同大家講佢話：我係帶住一個好沉重嘅步伐上嚟呢個台嗰度同大家分享。佢自己都知道之後呢條路唔易行啊。不過佢跟住佢自己嘅分享啊，正如佢自己嘅分享，佢都話：如果呢個即係上主嘅心意啊，佢願意去承擔同埋讓上主帶領。所以當我嗰日即係嗰晚我再去睇段經文嘅時候，我估最後呢段説話，耶穌話：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相信呢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安慰同埋提醒，讓我知道即係佢唔係佢自己一個人孭起會長呢個崗位啊。佢係同嗰位擁有天上地下所有權柄嘅上主一同向前，而呢位上主同樣願意同我哋每一個願意肩負起呢個大使命嘅門徒一同向前，讓我哋一同同心嘅祈禱。慈愛上主，感謝你，多謝你今日透過你嘅話語去提醒我哋，大使命係你對我哋每一個門徒一個嘅呼召。求你去赦免我哋好多時候成日推諉嘅嗰個嘅態度，求你更新我哋嘅心，讓我哋只有一份嘅勇氣，有嗰份嘅信心，願意喺我哋自己生活嘅場景當中，透過我哋嘅言行去使人成為你嘅門徒。主耶穌啊，多謝你應許天天與我哋同在，我哋就靠住你呢份嘅同在去承擔呢一份嘅使命。求你帶領我哋每一個，讓我哋都能夠成為嗰個忠實嘅門徒，願意獻上自己，接受你嘅差遣呼召。我哋就奉你嘅名祈求，阿門。多謝道兒宣教師嘅分享，又爆咗咁多秘密俾我哋知道。喺我哋嘅社區啦，或者喺我哋嘅生活嘅環境裏面啦，可能喺我哋嘅工作嘅環境，我哋學習嘅地方，其實我都見到好多我哋身邊嘅同事、同學，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哋嘅親友，或者係一啲唔識嘅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需要，或者佢哋都等待呢一份嘅福音進入佢哋嘅生命裏面。但係好多時候，我諗我哋就係唔係話講去就去話去傳福音就傳福音，或者我哋都有好多嘅膽怯啦，或者都會覺得好尷尬啦。但係主耶穌就同我哋同在，讓我哋咧帶住呢一份嘅信心，讓我哋咧都依靠佢，我哋咧願意有更多嘅承擔。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站立，我哋呢首詩歌，我哋去回應，我哋詩歌，我哋去更加嘅去堅定一份信心，因為主佢已經先放下自己尊貴嘅身份，去到將佢嘅福音帶去呢個世界上面，先為我哋犧牲。光走進黑暗，全天國已近，皆一生枷鎖，只信望愛火。他彰顯真愛，從不會變改，讓歷世都歡呼喝彩。當天眾族人，全天國已近，犧牲跟分享，縱沒有讚賞。即使多挑戰，仍遵主意志，就讓這大愛再續延，為永活國度盡燃點。立志終生於這世代傳揚福音，無懼
國已近，加一些枷鎖，自信望愛火。他彰顯真愛，從不會變改，讓歷世都歡呼喝彩。當天種足印，全天國已近，犧牲及分享，縱沒有讚賞。即使多挑戰，認準主意志，就讓這大光續燃，為永活國度盡燃點。立志終生於這世代傳揚福音，無懼艱辛多動盪，仍傳講真理。尋找悲傷孤單失喪的，回歸主膀臂，醫好心痛悲。是救主基督今放下永恆尊貴，歷遍艱苦經和患，成美好的祭。回首眾多見證跟主美麗腳印，願效法歷世所作的，成為光的指引。或者我哋要踏出呢一步咧並唔容易，但係我哋願意我哋祈求主俾我哋更多嘅勇氣，願意我哋先去學習為身邊嘅人去到祈禱，去為佢哋預備去做起。第一條先醒咗，我哋願意我哋嘅行動去到回應上主嘅愛。跟住嘅紅袋奉獻係主嘅奉獻，綠袋係長青事工嘅奉獻。或者我哋咧真係叻講嘢，但係咧願意我哋唔好吝嗇我哋嘅禱告，連我哋咧都願意為我哋身邊人咧從禱告去做起，為佢哋能夠接受呢份福音咧，為佢哋嘅預備。弟兄姊妹，讓我哋再次嘅站立，讓喺上帝面前，求主係加添我哋嘅信心，加添我哋嘅力量，加添我哋嘅堅定，讓我哋能夠承托交俾我哋嘅使命。
人，全天國已近，犧牲跟分享，縱沒有讚賞，即使多挑戰，仍遵主意志，就讓這大愛足以為永活國度盡燃點。立志將生於這世代傳揚福音，無懼艱辛高動盪，仍傳講真理，尋找悲傷孤單失喪的，回歸主膀臂，醫好身痛悲，是救主基督給放下永恆尊貴，歷遍艱辛跟禍患，成美好的祭，回首眾多見證跟主美麗根恩，願效法歷世所作的，成為光的指引，是救主基督給放下永恆尊貴，歷遍艱苦經禍患，成美好的祭，回首眾多見證跟主美麗根恩，願效法歷世所作的，成為光的指引。我哋一齊禱告。主啊，係你先去愛我哋，以致我哋今天能夠成為你嘅兒女，讓我哋今天能夠接受呢個福音。主啊，我哋知道我哋有好多嘅膽怯，有好多嘅原因，有好多嘅理由去推搪上帝嚟去賜俾我哋嘅使命。但係主啊，求你就加添我哋嘅信心，加添我哋嘅堅定，因為你應許你與我哋同在。願意我哋帶住呢份信心走進我哋嘅社區，走進我哋嘅生活嘅當中，讓我哋能夠將呢份福音帶俾身邊有需要嘅人。主啊，求你亦都使用我哋向你嘅奉你嘅金錢，使呢啲金錢喺福音嘅事工上面有份。感謝你聽我哋有聲無聲嘅禱告，乃奉求你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弟兄姊妹請坐。弟兄姊妹平安，好輕散嘅行呢幾級樓梯，唔係企鵝式嘅行路下一級。我諗緊我應該先報告呢，定係先回應呢道義宣教師嘅講道。不過我想先歡迎呢當中一位嘅朋友嚇，咁呢係黃娟娟姊妹嚇喺我哋當中啊。咁咧，佢係1973年咧喺呢度洗禮嘅一位姊妹啊。不過咧，佢去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視為宣教嘅服侍啊。咁佢有陣時翻嚟香港咧，其實佢都會喺我哋當中崇拜啊。咁呢段時間佢又留喺香港，咁所以咧又翻到嚟我哋呢個屬靈嘅家裏面咧一齊嘅崇拜啊。所以好開心，因為咧我哋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嚇聚在一起嚇，就係咧咁樣去敬拜主嚇，成為一家人啊。咁咧我都覺得要先回應咧道義宣教師嘅講道裏面咧一啲嘅內容嚇。咁咧包括咧佢剛才咧喺開頭講嘅禱告嗰個嘅行動咧，我同佢係 echo 嘅，我同佢做緊相同嘅事情嘅。咁咧我同佢有相同嘅感受嘅。當我去呼籲同埋去邀請其他人嘅禱告同埋行動嘅時候咧，我相信其實另外一位候選人咧，其實做緊相同嘅事嚇。咁咧喺個結果選咗出嚟之後咧，我第一個感受就係我朋友唔夠佢多咁咧就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嚇。不過咧去到杜 Sir 去到最後去講緊嗰個嘅理解或者個睇見嘅時候咧，佢濃縮咗好多嚇佢嗰個嘅理解啊。因為咧我即係寫低下，佢話
佢將我嘅説話喺台上邊講嚇，話如果呢個係上主心意咧，我願意承擔嚇。我應該當時冇講呢句説話嘅，咁咧就係咧我嘅説話咧係咁講嘅嚇。我係講緊我未消化到呢個消息嚇。咁咧跟住啲長牧就話有1年時間消化嚇，因為咧我哋選出嘅會長咧係1年前嚇，咁所以呢一年咧我係後任會長啫嚇，咁所以咧就唔係會長嚇，未係啊，咁所以咧佢話你有1年時間咧去消化呢個消息嚇，咁所以早2晚咧我瞓唔着嚇，因為咧揞住個胃未消化到呢個消息，仍然消化中嚇。咁我喺台上邊講嘅説話咧，我係去到最後我係講，如果一個嘅投票係一個屬靈明辨嘅過程嚇。上主透過弟兄姊妹嗰個嘅投票，要顯明佢喺羣體裏面咧嗰份嘅心意。咁我願意繼續去尋求上主嘅心意嚇。咁所以仍然係一個尋求嘅過程嚇。究竟上主嘅心意去藉住即係呢個嘅選舉，要顯明佢自己咩嘅計劃咧？我未消化到，亦都未理解到嚇。咁所以係咪願意承擔？我未敢講出呢句説話嚇。不過咧，我即係回應阿杜 Sir 都講嘅就係上主與我同在，亦都與眾人同在嚇。更加要禱告與教會同在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上主嘅應許啊。港台嘅服侍好危險嘅，我想講個原因係每一次去預備講道嘅時候，我估正如杜 Sir 同埋每一位宣教師嘅經歷，就係嗰啲嘅説話先對我哋講嚇。所以好多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我同上主好多嘅對話，包括我自己嘅諗法。但係咧，同樣咧，同時間咧，上主都透過可能我預備講道嘅時候呢啲嘅經文，佢會對我説話嚇。於是我就去掙扎同埋去求問。我估正如杜 Sir 喺呢個預備嘅裏面，當佢講緊總要有人去嘅時候，佢之前嘅禱告，跟住喺過程當中嘅經歷，喺最後可能啲而家嘅領受，仍然咧都係一個對話嘅過程。我相信我哋每一位都係啊，無論講緊嘅侍奉個承擔，我好少講話個承擔大定細嚇，因為咧相對於每個人嗰種嘅承擔，其實上主先知。咁但係當我哋去覺得有挑戰嘅時候，就係真實有挑戰。咁去呼求上主嘅時候，上主對我哋嘅對話同説話或者教導，正正就係佢要我哋成長同埋去被塑造嘅一個嘅地方啊。個結果如何，我相信仍然喺上主手裏面。咁呢個同樣係我哋每個人嘅歷程。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可能一路聽嘅時候啊，應該唔係淨係諗起我嚇，咁但係可能同時諗起大家面對緊生活裏面上主對你哋發出緊嘅挑戰，但係盼望呢個過程都同樣一齊嘅經歷，透過聖經嘅説話，透過講道，透過其實剛才worship leader 揀嘅詩歌嚇，就會發現唔係好容易唱得出。因為就係正正經歷緊被上主塑造嘅過程啊，咁所以都係一同嘅成長嚇，一同嘅經歷。我相信咧，每個人對我哋嗰個嘅塑造好唔同，但係咧，當佢去塑造我哋嘅時候，就成為咧合佢心意嘅一個人嚇。呢句説話好濃縮啊，個過程可以好長啊，可以係一個預備講章嘅時間，可以係1個月嘅時間。可以係幾年嘅時間，可以係10幾年嘅時間嚇。維斯利約牧師去承擔上主嘅託付，喺當中過程亦都好多年嚇。甚至可能一生都不斷經歷呢個過程啊。咁真實地，我哋一齊經歷緊啊。咁所以禱告係真實嘅嚇，為自己為我哋所愛嘅人嚇，為呢個嘅教會嚇。咁請大家咧繼續祈禱啊。呢個咧係簡單嘅回應啊。好，咁咧問心聲問各樣咧，其實我真係乜都唔知嘅嚇。咁所以咧，你讓我再消化下先，當有消息嘅時候再話俾大家知嚇。咁咧就翻報告啦嚇。報告裏面咧，我哋要先紀念我哋當中呢一位嘅教友良好姊妹，佢之前離開世界，安息禮拜咧定咗喺6月4號星期四嘅晚上7點半鐘喺九龍殯儀館嗰度舉行嘅嚇。
火葬禮咧喺翌日嗰度咧，喺殯儀館辭靈之後咧，會去到和合石嘅火葬場嗰度進行。如果有認識佢嘅弟兄姊妹都邀請大家可以出席相信你哋嘅出席咧，都會成為家人一份嘅安慰同埋支持。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困難嘅，透過禱告願上主咧嗰份嘅安慰都臨到佢哋家庭嘅當中。咁另外啲聚會嘅消息咧，都請大家留意啦。包括咧，我哋都呼籲咗大家去繼續喺上帝嘅話語裏邊去進深嘅門徒課程，繼續邀請大家參加。下個星期咧就係截止嘅日期啦，請大家咧留意當中一啲報讀嘅資格同埋咧內容。另外咧，民約門徒小組都繼續呼籲下，如果咧你想有一班嘅弟兄姊妹喺你嘅生活裏面同你一齊嘅守望，互相督責，咁我邀請大家咧去參加呢個民約門徒小組。詳細嘅資料咧都喺週刊裏面刊登咗。另外咧，和聲敬拜小組咧都喺邀請大家出席一個 The Hope Conference 嘅分享會，喺下個主日嘅下午去進行嘅，就係佢哋之前去台灣出席一個嘅聚會之後咧，有啲嘅經歷，好想咧大家一同嘅去分享，咁邀請大家出席。另外咧就有一個祝福社區嘅大行動啦。咁如果大家對於想去將呢份嘅愛透過一啲嘅行動去表達出嚟咧，呢個都係一個嘅機會咁就係6月14號一個由錢入心合辦嘅祝福社區行動資料咧喺週刊裏面刊登咗。咁最後兩個報告下，就係咧長青牧區喺6月28號咧有一個嘅醫療講座，今次咧係從中醫嘅角度咧同大家講失眠上一次咧嗰個嘅茶座咧就從西醫嘅角度講失眠今次係中醫嘅角度如果咧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報名。咁咧點解話最後頭先個最後兩個，而家最後一個咧就係大家睇到咧週刊第10頁。有一個咧柬埔寨嘅宣教學習團，咁今年咧暑假其實每年咧都係一次嘅宣教學習團嘅啫，就係俾一啲咧未去過柬埔寨去體驗嘅弟兄姊妹，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學習團去嘗試去體會一下。咁時間咧係8月4號至9號我哋都常鼓勵大家去有呢啲海外宣教嘅學習同體驗今次咧特別鼓勵大家因為咧今次係道義宣教師領隊嘅，可能咧去承擔呢個嘅職事之前咧都經歷過之前嗰份嘅掙扎，咁結果今天佢嘅名字咧擺咗喺當中上主就係咁樣咧塑造我哋咁正如咧杜 Sir 佢講，今日係總議會主日。咁咧，佢都解釋咗總議會嗰個嘅同我哋堂會各樣嘅關係啦。咁今年咧有個短片請大家咧先去留意。點樣先至可以推動到弟兄姊妹嘅生命有成長呢？一定有辦法嘅。點解兜兜轉轉都揾唔到生命成長嘅方向嘅？門徒生命成長藍圖，敬拜生活與團契，出現屬靈危機。只有愛神愛人，先至可以讓生命充滿色彩。覺醒啦！敬拜生活與團契，奮進更新，彼此牧養，熱切崇拜。有耶穌，仲有弟兄姊妹，教會就會充滿活力。憐憫關懷與服務，出現屬靈危機。信仰如果只係冰封喺教堂，
只會充滿冷漠，衝破佢，憐憫關懷與服務，管家精神，關顧貧困，分享信仰。我哋係彼此相愛嘅群體，有你有我，教會就有溫度。公義行動與宣教出現屬靈危機。我哋要心繫家國，胸懷普世，升空啦！公義行動與宣教，宣教使命。大公精神，踐行公義，會祖話：世界為我牧區，我哋要使所有人成為基督嘅門徒。靈修操練與學習出現屬靈危機。世界竟然想掩蓋上帝嘅聲音，安靜仰望，靈修操練與學習，屬靈明辨，屬靈操練，聖經為首，教會就係世界嘅燈台，我哋要發光，照亮世界。原來呢張就係門徒生命成長藍圖。我知道啦，原來生命成長唔只係我一個人嘅事，而係要所有人一齊立志改變。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哋一齊用啟應嘅方式向神立志。請各位咧喺座位裏面跟住你一齊嘅回應。生命的主，感謝你創造和救贖的大愛，更感謝你一直透過教會各種不同的蒙恩途徑，引領我們生命的成長。求主寬恕我們的被動和冷漠，幫助我們重新有成為真實門徒的渴慕和奮進精神。真理的主，感謝你感動和使用一群忠心的牧者和信徒領袖，為本會制定了全面的門徒生命成長藍圖。求主激勵我們積極使用，讓我們能常常省察自己，並一同追求整全的生命成長。呼召的主，我們明白教會的更新和復興，並能成為你在世上明亮的燈台，實在需要我們每一位信徒的投入和委身。求主幫助我們努力不懈，主動回應你的大愛，為自己的生命作好規劃。親愛的主，我們把一切的軟弱交託給你，願聖靈親自引導和保守我們，並加添我們的信心和盼望。願我們都成為主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一同榮耀主的聖名。親
係咪啊？今次用咗啲好突破性嘅拍攝唔係製作方式嚇，製成咗呢個短片。咁咧喺嗰個嘅短片裏面啊，不斷咧強調一個門徒生命成長藍圖，大家咧應該唔陌生嘅。個原因係年頭大家攞咗教會嘅年歷。嗰個年歷咧，其實每一個月就係嗰12個特質，就係剛才咧喺會長去不斷去講緊點樣去經歷屬靈危機之後咧嗰份嘅突破。咁咧大家唔熟悉嘅話咧唔緊要，喺週刊裏面呢有一張單張嚇。如果你冇攞硬本週刊咧，出邊都仲有啲嘅單張，裡面咧就有份簡介，關於咧我哋呢個藍圖係啲乜嘢，點樣用法嚇。咁咧喺個單張嘅背頁咧有一個嘅二維碼。裏面咧有一張嘅問卷，就幫助我哋去檢視我哋而家成長嘅一啲嘅狀態嚇。頭先短片話有屬靈嘅危機嚇，咁咧究竟我哋自己有冇咧，或者我哋有冇傾側喺某啲嘅方面咧？咁咧透過呢份問卷咧，就可以簡單嘅去量度到大家一啲嘅傾向。咁咧但係大家唔需要心急嚇。如果你話當然大家可以係先做啦，做一個檢視啦。但係如果大家都想有弟兄姊妹一齊做完可以分享嘅呢，咁我都會同啲同工講，喺你哋嘅團契小組會同大家呢可能一齊做，做完之後呢一齊嘅傾，一齊呢嘅分享，一齊去檢視。因為呢門徒嘅生命成長唔係個人嘅事，我哋呢都需要彼此嘅激勵啊。咁如果你話我唔識用呢個二維碼嚇，或者你唔想去填寫你嘅電郵去登入係咁樣去用呢，咁都有一啲嘅硬本嚇，都可以咧俾大家去用嘅。如果需要咧，可以同我哋講嚇。咁咧都鼓勵大家去用呢啲工具嚇，作出一個嘅規劃，幫助咧我哋生命咧有一個嘅成長嚇。咁呢個咧都係即嘅教會喺今年開始都盼望咧嚟緊幾年同眾弟兄姊妹咧一同嘅去行嘅一個嘅方向啊。咁大家都可以善用呢啲嘅工具。好，咁喺呢個時候咧，讓我哋再一次一同站立。我哋咧去祈禱領受咧從主而嚟嘅賜福。上主咧感謝你，喺我哋仍然軟弱、仍然咧唔清楚嘅時候，你頒布大使命去俾門徒。你讓我哋知道，我哋能夠去接受或者成就呢個嘅使命，唔係因為我哋，而係因為上主。所以主，我求你俾我哋去仰望神你自己嘅恩典。仰望主耶穌成為我哋嘅榜樣，讓我哋靠住上主嘅幫助，確信神你自己應許，以致我哋真係行喺神你自己嘅託付裏面，幫助我哋每天有力嘅去活出神你自己嘅差遣同埋使命，讓我哋帶住你嘅祝福，並且將呢份嘅祝福進入世界嘅裏面。又願望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力量，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請各位仍然站立，我哋請主禮先退席，由各位喺座位當中默禱散會。